今年我哋學校參加咗海洋公園保育聯盟海馬同學會舉辦嘅碳中和是什麼活動？活動之後，究竟幼稚園點樣延續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呢？不如我哋一齊入去睇下。我哋學校點樣進行低碳飲食啊？我哋學校嘅茶點都會安排本地生產嘅水果，或者日本地生產嘅原材料製作嘅麵包。我哋仲會將低碳嘅概念帶返屋企，盡量選擇本地嘅食材，唔需要運輸就更加有效減少碳排放啦。記得要揀時令嘅水果，唔需要冷藏包裝，就咁環保啦。畢咗業之後，你有冇繼續進行低碳飲食啊？梗係有啦，你睇下我今日準備咗啲咩？我哋揀嘅咧都係一啲圓形嘅食物，咁可以減少食物加工過程入邊產生嘅廢棄物㗎。仲要記得多菜少肉，因為動物養殖都會產生碳排放㗎。最後梗係唔少得可以循環再用嘅餐具啦。